新闻要带咱来赏特殊花灯，元宵赏花灯，连这个蜜蜂嘛来到闹热。这个云林的斗六市圆环这个花灯区出现真侪蜜蜂，因添了一张树仔形的花灯顶，这个数量有几千只，这个过路人拢惊到，上局赶紧派人掠这蜜蜂，以免讲去叮到人。啊，那饲蜂的专家是讲，真有可能是这个蜂伫耍秀的时，将花灯当作是真正的花，才会出现这款情形。 云林斗六市区的花灯出现安尼的状况，一大阵蜂停伫树仔造型的花灯，数量阁有几千只，规个拢是。民众阁普文提醒大家去看花灯，爱较细致的。我也想说，怎么会有在那边这样？对啊，说他因为可能要去采蜜。 有真侪蜂的地点，就伫云林斗六市圆科的花灯区。市公所伫遮布置的元宵花灯有虫拖、动物和各种花草、树仔的造型，可能是因为色水的关系，蜂甲花灯当作是花蕊。应该是误认，他会迁徙啊。迁徙啊。他觉得他无法在这里生活，他又会迁徙到下一个地方。他误认是真的花，是这样吗？饲蜂的专家表示，会飞到都市的蜂应该是野生的蜂，人若是要饲，真无简单。商局知影花灯区有真侪蜂嘛，派人来处理，避免民众受伤，成功化解一场虫拖的危机。